由議員林美燕發起，每合台南市康黃金諸神愛心會、台南市婦女聯合會以及中華九子諸神會等一個諸神團體，甲着善心的民眾，每年領管理彩來送予台南市南區、甲着安平區的單親以及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，希望因佇個過年的圍爐時，嘛用個食到溫暖的愛心年菜。我想我們現場充滿的是一個溫馨的感覺，因為要過年了。那我們長期以來執當啊，已經第10年了哈。由我們就是康環金愛心會啊，包括我們台南市婦女聯合會啊，共同就是關心一些單親的家庭，包括南區、安平區低收二款的一些就是這些朋友，包括一些邊緣戶啦。我想哦。過年大家要的是團圓啊，團圓一點愛呀啦，愛團圓飯。所以哦，在4年前，我們康環金空格啊，就是也發起了講要按哪關心這代關在單親家庭，包括我們這低收家庭，包括邊緣戶，甲別人同款會當歡歡喜過一個好年。感謝我們這邊有善心的人，然後我們可以給我們社會一個有安定安心的一個感覺。那在此謝謝我們台南市婦女聯合會，還有我們康黃金，還有我們九子文化協會這麼有愛心，可以讓我們的社會的人有多一份溫暖的感覺。在這愛心團體領館，今年總共募集超過1000份的干貝紙，市府社會局專門委員嘛特別到場，感謝善心團體的幫忙。這2天台南非常的寒冷，然後在這個寒冬當中，我們非常感謝服務處，也很感謝一直支持我們的照顧弱勢民眾的那個康黃金的愛心協會，在每一年這個此時此刻呢，都可以為我們的市民帶來溫暖，然後幫助弱勢。那市府在這邊呢，我們也代表黃偉哲市長，還有社會局郭乃文局長來對服務處，還有對我們的愛心協會呢，深深的感謝，然後也希望這種溫暖的力量呢，而後呢都能夠再繼續下去。然後再次代表市府呢，謝謝大家一起來公私協力照顧我們的民眾。1000份的愛心年菜，上午分別在議員南區國民路、甲着灣里的服務處，以及安平區台南市議會等3個據點來發送。議員希望透過干貝紙的年菜調理包，圍爐時只要加熱，添加一寡蔬菜。就能變成一道燒乎乎的年菜料理。台南新聞李盈根採訪報道。